近排咧，在英香港人個個都因為 IELTS 嘅問題都全城緊張啊！小妍本身都唔係好緊張嘅，但係因為身邊實在太多朋友問我關於永居申請嘅問題，咁我覺得不如我拍條片陪下大家啦。咦我會拍兩條片嘅，一條就係關於文件準備嘅工具啦，即係我哋用咩工具去準備我哋嘅永居文件咧。第二就當然係要準備啲咩文件啦。咁準備咩文件咧？好複雜，下次先再講。講翻先啦，咁始終咧如果大家已經對永居有好充足嘅準備咧，其實唔使睇我嘅片㗎。小妍嘅角色通常都係如果大家好迷茫，如果大家唔知點算，俾啲定心丸大家，唔係好難嘅啫，一步一步跟住步驟或者跟住一啲具體嘅可見嘅工具咧，咁你都會應付得到嘅。咁講下小妍自己咧會用邊3個工具去準備我嘅文件先啦。永居可以接受嘅上載文件嘅類型咧，就係呢3個。咁我自己中意用 PDF 多啲啦。咁首要條件當然梗係用 scanner 啦。嗱，講還講，唔好打頭啊！鬼唔知要用 scanner 咩？我知。不過小妍先生話咧，用 scanner 有最大嘅好處啊，所有嘅嘢用電腦處理係冇咁易出錯啦。另外 scanner 咧可以控制像素，因為始終官方文件要求咧每一個 file 係不能夠超過7 MB， 其實7 MB 唔係好多嘅啫。如果你冇 scanner 咧都唔緊要嘅，轉頭我都會介紹另一個方法。講咗 scanner 先啦。如果你手上嘅文件多數都係紙本文件，或者係我哋要 scan 護照嘅話，咁一定係 scanner 最好㗎，因為佢可以壓平嗰啲文件，令到你嘅掃描質素咧係會更加清晰嘅。掃描文件嘅時候會盡量壓低像素，我哋會用75 dpi。補充翻先啦，小妍先生話咧，其實一般嘅文件都係用75嘅，不過去到 scan 護照嘅時候，有一啲重要資料有字嗰幾版咧，因為護照都唔係版版都有字噶嘛，有字嗰幾版咧，我哋係會用300嘅，咁就會清楚好多噶啦。原因好簡單嘅啫，如果我唔壓低像素，我點可以一個 file 裏邊擺好多版咧？另外，我喺度想像啦，移民局嘅官員佢哋睇我個 file 嘅時候，都係用電腦睇噶啦，電腦清晰咪得咯。當然呢一個係我嘅諗法啦，大家可以再按自己嘅風險評估決定用唔用呢一個像素啊。另外，為咗方便官員去睇啦，咁其實我同類文件都會擺晒同一個 file， 亦都多年同類嘅文件咧，我都會擺晒同一個 file 嘅。咁佢一開就可以睇晒我5年都係 Council Tax 嘅文件之類啦。如果用以上嘅方法，一本護照 scan 完出嚟咧，大約係2 MB 左右，我就會用年份、類別名稱同埋我嘅全名嚟到做我嘅 file name 嘅。頭先講過啦，如果冇 scanner 點算啊？我淨係得電話，可唔可以用 scan app 咧？咁坊間我自己最中意嘅 scan app 就係呢一個 Office Lens 啦。佢係一個冇水印嘅免費 app 嚟嘅，非常之方便，可以用電話掃描。其實去 App Store 就可以 download 噶啦。不過咧，始終你用第三方嘅 app 去 scan 自己啲敏感資料咧，呢一個嘅風險評估真係要各人自己衡量，覺得值唔值得，亦都敢唔敢咁樣做啦。呢一個 scan app 最方便嘅地方就係佢可以用電話掃描啦，影就得啦。不過咧，佢唔可以壓平文件啊。咁如果你要去 scan 一啲多頁嘅文件咧，可能要自己諗辦法去壓翻平嗰個文件嘅側邊嘅即係邊位啦。呢一個 app 嘅使用方法咧，就係首先我哋影低咗份文件啦，咁你有幾多版咧，你都可以喺個圖片裏邊去影低，咁佢有得咧去新增其他，一路影晒先啦。影完之後咧，你又可以校翻佢個邊界啦。另外你可以用佢嘅濾鏡功能，用文件或者黑白，咁就可以將文件裏邊嘅字非常清晰黑白咁樣掃描出嚟。然後用完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匯出啦。匯出嘅時候，你係可以更改佢嘅標題，亦都可以 save as PDF， 就可以一個文件裏邊有好多版噶啦。大家可能會問，如果我手上嘅唔係紙本文件，係一啲網上 download 嘅 file， 咁本身佢已經係多個唔同嘅 PDF， 我點樣將佢哋合併咧？我會用呢一個方法嘅。小妍先生咧就會喺 pdfsam.org 呢個地方 download 一個 software 啦，然後就會用呢個 software 去做噶啦。呢一個嘅 software 咧都分成基本版同埋收費版嘅，咁我哋都係用基本版嘅啫，因為我哋只係想 combine 幾個 PDF 嘅啫嘛，咁佢已經好夠用噶啦，咁大家可以將手上需要用嘅同類文件同埋多年嘅文件 combine 成同一個 PDF， 跟住 save 起佢就得噶啦。以上呢幾個工具咧，應該可以陪到大家準備你嘅永居文件噶啦。下次再同大家講下小妍嘅準備文件嘅原則，同埋我準備咗啲咩文件啊！